唔少人呢見到床機加價，第一反應就係行情係咪又熱返？但真正原因呢，往往同價格係冇半點關係。母機加價更多時候係因為產業鏈被擠滿着。你要知，一部母機背後牽涉到晶圓產能、芯片封裝、電源供應、散熱模塊、機架製造，每一個環節只要卡住一個，整體產量就跟唔上。芯片廠呢唔係淨係為一個行業服務，佢要俾你嘅手機、AI、車載芯片揚產能。母機廠亦都唔會因為你想急住買就整多一批機器出嚟，於是呢，當算力需求突然上籌，而產能根本跟唔上嗰陣，機器自然越賣越少，越少越緊，越緊張，價格就越高。呢個同行情升唔升嘅真正關係，更關鍵嘅係真正構成嘅機價格嘅唔係出面嘅情緒，而係入面嘅材料、工藝同供應鏈嘅供需關係。所以咧，你見到佢唔係母工瘋狂掃貨，而係成個行業鏈被需求堆滿咗，機器變咗稀缺資源。母機加價反映咗從來唔係市場情緒，而係供應鏈嘅真實壓力。